今晚，當你抬頭望向嗰片無邊無際嘅星空，會唔會俾嗰啲閃爍嘅星光深深吸引？佢哋好似宇宙嘅眼睛，靜靜咁望住我哋，訴說住億萬年嘅故事。宇宙呢片浩瀚無垠嘅地方，藏住無數星系、行星同未知嘅秘密。由人類文明嘅開端到今日嘅科技高峰，一直都係我哋探索嘅終極目標。佢唔單止係科學嘅殿堂，仲係哲學嘅深淵，承載住我哋對人生存在同時間本質嘅無盡追問。每粒星辰嘅光芒都好似宇宙對我哋嘅細語，請我哋去揭開佢嘅神秘面紗，探尋佢嘅過去同未來。喺呢個寧靜嘅夜晚，不如我哋放低日常嘅喧囂，跟住星光嘅指引，踏上一場思想嘅遠航，探討一個關乎全人類未來嘅大題目——宇宙嘅最終命運。科學家憑現代物理學同宇宙學嘅深入洞察，提出咗3種關於宇宙未來嘅假設。佢會唔會慢慢冷卻，陷入永恆嘅冰封？定係俾某種神秘力量撕裂成無數碎片？又或者最終坍縮返一個無比密集嘅奇點，開啟新嘅輪迴？呢啲問題唔單挑戰我哋嘅知識邊界，仲觸動人類對自身存在嘅終極思考。每種假設都好似一幅宇宙末日嘅畫卷，結合咗嚴謹嘅科學根據同無限嘅想象空間。佢哋唔單揭示宇宙可能嘅結局，仲令我哋重新審視人生嘅意義同宇宙嘅運行法則。喺呢場講述入面，我哋會深入探索大凍結、大撕裂同大坍縮呢3種宇宙終局嘅理論，挖掘佢哋嘅科學根基，理解佢哋點樣重塑我哋對宇宙極限狀態嘅認知，仲有思考呢啲假設對人類未來嘅啟發。請你放鬆心情，俾星光帶我哋出發，進入呢段關於宇宙命運嘅奇幻旅程。我哋首先走入大凍結嘅冰冷世界，呢個係最廣泛接受嘅宇宙終局假設。佢描繪咗一個靜悄悄、無聲無息嘅末日景象，宇宙會無止境咁膨脹，能量好似流沙咁散失，直到達到熱力學嘅終極平衡。喺呢個漫長嘅過程入面，宇宙嘅溫度會慢慢下降，趨近絕對零到零下273.15攝氏度，一個連分子運動都幾乎停滯嘅極寒境界。到嗰陣，宇宙將再無能量推動任何形式嘅活動，化學反應停止，物質運動終結，整個宇宙淪為一片冰冷嘅荒漠。試想下，幾萬億年後，夜空中再無星光閃爍，星系慢慢暗淡，行星燃盡佢哋嘅最後一絲光芒，變成白矮星、中子星或者黑洞。宇宙入面嘅氣體變得太過稀薄，無法凝聚成新嘅行星，甚至連原子嘅震動同旋轉都因為極低溫度而幾乎凍結。呢個係大凍結理論為我哋呈現嘅宇宙終章，一個無劇烈衝突但無比深邃嘅結局。佢好似一首緩慢嘅輓歌，訴說宇宙嘅無情運行，仲令我哋對人生嘅短暫同珍貴有更深嘅共鳴。呢種冰冷嘅終局，令人聯想到一幅無聲嘅畫卷，星辰逐粒熄滅，宇宙喺沉默中沉睡，留低嘅只有無盡嘅寒冷同寂靜。大凍結嘅科學根基來自熱力學第2定律，呢條鐵律話俾我哋知，喺一個封閉系統入面，相即係無序度嘅亮度永遠會增加。宇宙作為一個廣闊嘅封閉系統，佢嘅熵值隨住時間推移唔斷上升，最終到達熱平衡嘅頂點。喺呢個狀態下，宇宙各處嘅溫度同能量密度會趨向一致，無能量梯度去推動任何形式嘅運動或者轉化。呢個意味住宇宙會失去一切變化嘅可能，陷入永恆嘅靜止。天文觀測為呢個理論提供咗堅實嘅支持。1990年代末，科學家發現宇宙嘅膨脹正在加速，呢個現象被歸因於一種神秘嘅暗能量，佢主宰住宇宙總能量嘅大約70%。暗能量嘅推動令宇宙嘅體積無限擴張，物質同輻射被無情稀釋，溫度跟住下降。宇宙背景輻射嘅發現進一步證實咗呢個進程。呢個係大爆炸留低嘅異遺跡，均勻咁彌漫喺整個宇宙。佢嘅溫度由最初嘅幾千度降到今日嘅2.7開爾文，大約零下270攝氏度，而且仲喺持續降低。呢啲觀測數據同大凍結嘅預測高度吻合，顯示宇宙正朝熱平衡嘅方向緩慢前進。此外，宇宙背景輻射嘅細微波動仲揭示咗宇宙早期嘅結構形成過程。呢啲波動好似宇宙嘅胎記，俾我哋可以窺探宇宙誕生之初嘅模樣，仲有推測佢嘅最終歸宿。大凍結唔單係一個科學假設，仲係一個關於宇宙命運嘅哲學命題。佢令我哋忍唔住思考，喺呢樣一個冰冷嘅終局入面，人生嘅意義係乜嘢？我哋嘅夢想、掙扎同創造，會唔會最終淹沒喺呢片無邊嘅寒冷入面？呢啲問題喺大凍結嘅背景下顯得特別沉重，但亦都激發我哋更加珍惜而家嘅每一刻，去追尋知識、愛同人生嘅火花。
佢提醒我哋，宇宙嘅運行係跟從不可違背嘅物理定律，而我哋嘅存在只不過係呢個漫長歷程入面嘅一瞬。呢個假設嘅深遠意義在於，佢唔單揭示宇宙可能嘅結局，仲令我哋重新審視人類喺呢片浩瀚星海入面嘅位置同價值。我哋係唔係應該喺呢段短暫嘅時光入面，為後代留低更多嘅智慧同希望？呢樣嘅思考，令大凍結理論成為一扇通往哲學同科學交匯嘅窗口。佢俾我哋感受到宇宙嘅宏大同人生嘅脆弱，激發我哋喺有限嘅時空入面創造無限嘅可能。同大凍結嘅淨終結形成鮮明對比嘅係大撕裂理論。呢個假設勾勒出一個極為動態同充滿毀滅性嘅宇宙末日場景。佢預言，如果暗能量嘅力量隨時間增強，宇宙嘅膨脹速度會無限加速，最終撕裂一切結構由星系嘅宏偉船臂到原子嘅微觀鍵結，宇宙會喺劇烈嘅崩解中走向終結。呢個理論嘅誕生源於1998年嘅一項劃時代發現，宇宙嘅膨脹唔係減速，而係加速進行。天文學家透過觀測遙遠嘅 Ia 型超新星一種亮度穩定嘅標準燭光，發現呢啲超新星比預期更暗，意味住佢哋距離我哋更遠，宇宙嘅膨脹速度超出咗所有預測。呢個發現由亞當里斯、布萊恩斯密特同索爾佩爾穆特帶領嘅兩個獨立研究團隊差唔多同時揭曉。佢哋利用地基同太空望遠鏡，精確測量咗幾十粒超新星嘅亮度同紅移光波因為宇宙膨脹而被拉長嘅現象，證實咗宇宙正在加速膨脹。呢個突破唔單顛覆咗之前認為引力會減緩膨脹嘅假設，仲為3位科學家贏得咗2011年嘅諾貝爾物理學獎。呢個發現好似宇宙學入面嘅一場革命，重新定義咗我哋對宇宙動態嘅理解。暗能量係呢場加速膨脹嘅幕後推手，佢佔據宇宙總能量嘅70%，遠超普通物質同暗物質嘅總和。但係暗能量嘅本質仍然係科學界嘅未解之謎。佢可能係一種同真空能量相關嘅場，又或者係某種未知嘅基本力。如果佢嘅密度隨時間增加，形成所謂嘅幻影能量模型，宇宙嘅膨脹速度會呈指數級飆升。喺大撕裂嘅場景入面，宇宙可能喺幾百億年後到達一個臨界點，膨脹速度快到足以瓦解所有已知嘅物理力引力無法束縛星系，電磁力無法維持分子，強核力無法穩定原子核。星系會首先解體，船臂被撕裂成碎片。跟住係行星系統，行星同行星分崩離析，最終連原子同基本粒子都無法幸免，宇宙化為一團無序嘅能量湯。呢個過程極為迅猛，可能喺幾分鐘內完成。由宏觀到微觀，宇宙以一種極端暴力嘅方式走向終結。呢種毀滅性嘅景象，遠如宇宙喺最後一刻發出嘅狂野嘶吼，令人毛骨悚然，但又充滿震撼嘅詩意。大撕裂理論嘅觀測根據來自對宇宙膨脹速率嘅精細測量。天文學家透過紅移分析遙遠星系嘅退行速度，確認咗加速膨脹嘅趨勢。對宇宙大尺度結構同背景輻射嘅觀測，亦為暗能量嘅存在提供咗間接證據。例如，普朗克衛星嘅數據顯示，宇宙嘅膨脹歷史同暗能量嘅主導作用高度一致。此外，對星系團嘅運動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各項異性分析，進一步支持咗暗能量驅動膨脹嘅模型。但係，大撕裂會唔會發生，取決於暗能量嘅長期行為，呢個係而家宇宙學嘅熱門研究領域。科學家正透過更精準嘅觀測同理論建模，試圖揭開暗能量嘅真面目，以判斷宇宙會唔會迎來呢個毀滅性嘅結局。呢種唔確定性令大撕裂理論充滿懸念，佢唔單係對宇宙未來嘅預測，仲係一個關於未知力量嘅科學謎團。大撕裂為我哋呈現咗一個充滿動態同災難嘅宇宙終局，佢挑戰咗我哋對穩定同永恆嘅傳統認知。如果宇宙真嘅以咁劇烈嘅方式終結，我哋對時間、空間同存在嘅理解會被徹底顛覆。呢個假設唔單係科學嘅挑戰，仲係哲學嘅叩問。如果一切終將被撕裂，我哋嘅努力、我哋嘅文明又有乜嘢意義？我哋嘅創造同記憶會唔會喺呢場宇宙嘅狂瀾中化為烏有？呢樣嘅思考令大撕裂理論顯得既震撼又引人心省。佢俾我哋意識到，宇宙嘅命運可能遠比我哋想象嘅更加狂野，而我哋嘅存在或者只不過係呢場宇宙大戲入面嘅一個短暫片段。呢個理論嘅吸引力在於，佢唔單揭示宇宙可能嘅終結方式，仲令我哋重新思考人類喺呢片無垠星海入面嘅角色同價值。第三種理論係大坍縮，佢提出咗一個同大撕裂截然相反嘅宇宙命運。宇宙可能會停止膨脹，轉而收縮，最終坍塌返一個極高密度同溫度嘅奇點，好似大爆炸前嘅狀態。大坍縮唔單係一個終結，仲可能係一個新宇宙嘅起點，
暗示宇宙或者喺無限嘅膨脹同收縮中輪迴。呢個理論嘅核心係引力宇宙中最基本嘅吸引力。如果宇宙入面嘅物質同能量總量夠大，引力會克服暗能量嘅膨脹推力，令宇宙嘅膨脹速度慢慢減緩，直到停滯同轉為收縮。隨住宇宙體積縮小，物質密度急劇上升，引力作用愈來愈強大，收縮速度唔斷加快。星系、行星甚至黑洞都會被無情壓縮，所有結構被摧毀，宇宙回歸到一個極端密集嘅狀態。最終，所有物質同能量會匯聚於一個無限小嘅奇點，溫度同密度到達無可想象嘅極值，好似大爆炸嘅初始瞬間。有啲理論家推測，呢個極端狀態可能會引發另一次大爆炸，開啟一個全新嘅宇宙週期，形成所謂嘅震盪宇宙模型。喺呢個模型入面，宇宙可能經歷無數次嘅生死輪迴，每一次坍縮都孕育住新嘅誕生。呢個設想充滿哲學魅力，因為佢暗示時間同宇宙唔係單向嘅旅程，而係永恆嘅循環。呢樣嘅宇宙觀令人聯想到東方哲學入面嘅輪迴思想，仿佛宇宙喺無盡嘅時空中呼吸，每一次收縮同膨脹都係一次生命嘅脈動。但係而家嘅觀測數據對大坍縮嘅支持相對薄弱。宇宙嘅密度參數實際密度同臨界密度嘅比值決定咗宇宙嘅幾何形狀同命運。觀測顯示呢個參數好接近一，表明宇宙可能係平坦嘅，而且受暗能量主導，傾向於無限膨脹而唔係收縮。暗能量嘅持續作用進一步削弱咗引力逆轉膨脹嘅可能性。雖然如此，大坍縮理論仍然有重要嘅理論價值。佢為宇宙嘅終結提供咗一種動態嘅視覺，仲引發咗關於時間、周期性同宇宙本質 system 質嘅深刻思考。如果宇宙真嘅經歷周期性循環，我哋係唔係只係無數宇宙入面嘅一瞬？我哋嘅文明、我哋嘅記憶，會唔會喺下一個週期入面以某種形式重演？呢啲設想令大坍縮唔單係科學假設，更係對人類存在意義嘅深遠叩問。佢俾我哋想象宇宙或者係一個永恆嘅舞台，我哋嘅故事只係其中一幕，但又同無數幕劇相互交織。呢個理論嘅魅力在於，佢唔單提供咗宇宙終結嘅另一種可能，仲令我哋對時間同存在嘅本質產生新嘅思考。佢俾我哋感受到宇宙嘅宏大同人生嘅無常，激發我哋喺呢段短暫嘅時空入面追求更深嘅意義。呢三種理論嘅提出依賴一系列關鍵嘅科學發現同觀測技術。熱力學第二定律同相爭原理係大凍結嘅基石，宇宙背景輻射嘅溫度下降為呢個過程提供咗直接證據。暗能量同加速膨脹嘅發現係大撕裂嘅支柱。對 IA 型超新星、宇宙大尺度結構同背景輻射嘅觀測證實咗暗能量嘅存在同佢對膨脹嘅驅動作用。哈勃太空望遠鏡捕捉到幾十億光年外嘅星系運動，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則將視野推向宇宙嘅嬰兒期，揭示咗最早星系嘅形成過程。普朗克衛星同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對背景輻射嘅精細測量，幫我哋確定咗宇宙嘅年齡為138億年，並確定了佢嘅成分，大約5%嘅普通物質、27%嘅暗物質同68%嘅暗能量。引力同宇宙密度參數係大坍縮嘅關鍵。雖然而家嘅觀測顯示坍縮嘅可能性較低，但暗物質同暗能量嘅未知性質仍然為呢個理論保留咗探索嘅空間。人類對宇宙嘅探索係一部由蒙昧到啟迪嘅史詩。遠古時代，古埃及人同巴比倫人透過觀測星象預測天象，記錄咗日月星辰嘅運行規律。古希臘嘅亞里士多德同托勒密提出地心說，試圖解釋宇宙嘅秩序。中國古代嘅天文學家則發展咗精密嘅觀測系統，記錄咗彗星、超新星同行星嘅運動。呢啲記錄喺農業、曆法同祭祀中扮演咗重要角色。例如，中國古代嘅春秋同史記入面記載咗多起超新星爆發，呢啲記錄至今仍然係天文學研究嘅寶貴資料。16世紀，哥白尼嘅日心說好似一聲驚雷，打破咗地心宇宙嘅桎梏。伽利略用自製望遠鏡觀測木星嘅衛星同金星嘅相位，證實咗日心說嘅正確性。牛頓嘅萬有引力定律則為宇宙嘅運動提供咗數學解釋。20世紀初，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為宇宙學奠定咗理論基石，預測咗宇宙嘅動態行為，包括膨脹同收縮嘅可能性。1929年，艾德溫哈勃透過觀測遙遠星系嘅紅移，發現宇宙正在膨脹。呢個發現奠定咗大爆炸理論嘅基礎，標誌住現代宇宙學嘅開端。現代宇宙學嘅進展多得技術嘅飛躍。1960年代，彭齊亞斯同威爾遜意外發現宇宙背景輻射，證實咗大爆炸理論，並為研究宇宙早期狀態開啟咗窗口。
WMAP 同普朗克衛星透過對背景輻射嘅精細測量，揭示咗宇宙嘅年齡、成分同結構。哈勃太空望遠鏡俾我哋見到宇宙深處嘅星系，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則捕捉到宇宙誕生後幾億年嘅星光。大型強子對撞機探索咗基本粒子嘅性質，試圖重現大爆炸瞬間嘅條件。2015年，呢個首次探測到引力波，開啟咗研究黑洞同宇宙結構嘅新紀元。呢啲成就唔單係科學嘅勝利，仲係人類對未知不懈追求嘅見證。佢哋俾我哋由遠古嘅星象觀測走向今日嘅宇宙深探，每一步都閃耀住人類智慧嘅光芒。展望未來，宇宙學嘅探索將迎來新嘅飛躍。下一代望遠鏡，例如歐洲極大望遠鏡、廣角紅外巡天望遠鏡同廣域高能射線望遠鏡，將提供前所未有嘅解析度同視野，或者可以直接觀測暗物質嘅分布，或者揭示暗能量嘅本質。量子計算同人工智能嘅應用會加速海量數據嘅分析，推動理論模型嘅驗證同新假設嘅誕生。例如，對暗能量性質嘅精確測量可能確定佢會唔會引發大撕裂；對宇宙大尺度結構嘅深入研究可能宇宙密度參數判斷坍縮係唔係可能。未來嘅空間探測任務，例如針對暗物質粒子嘅直接探測實驗，或者可以解開宇宙成分嘅謎團，為預測宇宙命運提供更堅實嘅依據。此外，引力波天文學嘅進展可能揭示宇宙早期嘅事件，例如原始黑洞嘅形成，為震盪宇宙模型提供新嘅線索。呢啲未來嘅探索，好似點亮夜空嘅星辰，將為我哋揭示宇宙更深嘅秘密。呢啲科學進展唔單關乎宇宙嘅命運，仲引發咗深刻嘅哲學思考。如果大凍結成真，宇宙最終陷入冰冷嘅死寂，人生嘅意義係乜嘢？我哋嘅夢想、掙扎同創造，會唔會最終被遺忘喺呢片無邊嘅寒冷入面？我哋係唔係應該更加珍惜而家嘅每一刻，去追求知識、愛同人生嘅火花？如果大撕裂即將來臨，宇宙以毀滅性嘅方式終結，我哋係唔係需要重新定義永恆同存在嘅價值？我哋嘅文明、我哋嘅記憶，會唔會喺呢場劇烈嘅崩解中化為虛無？如果宇宙係周期性嘅，經歷無數次嘅膨脹同收縮，時間嘅本質又係乜嘢？我哋係唔係只係無數宇宙入面嘅一瞬，抑或我哋嘅足跡會喺某個未來嘅周期入面以某種形式重演？呢啲問題超越咗科學嘅範疇，觸及人類存在嘅核心，促使我哋重新審視自身同宇宙嘅關係。佢哋俾我哋感受到宇宙嘅宏大同人生嘅無常，激發我哋喺呢段短暫嘅時空入面追求更深嘅意義。宇宙探索嘅意義遠唔止於解答科學之謎，佢仲為人類嘅未來開啟咗無限可能。對暗能量嘅研究或者會啟發新嘅能源技術，改變人類嘅能源結構。對宇宙結構嘅理解可能推動空間探索技術嘅發展，為未來嘅星際移民或者資源開採奠定基礎。對基本物理法則嘅深入研究可能催生新嘅材料、計算技術或者通訊方式，推動人類文明嘅進步。例如，量子力學嘅突破已經催生咗量子計算同量子通訊嘅雛形，未來對宇宙基本力嘅研究可能帶來類似嘅技術革命。呢啲進展唔單係科學嘅突破，仲係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嘅深遠啟示。佢哋提醒我哋，探索宇宙唔單係為咗滿足好奇心，仲係為咗開拓人類嘅生存空間，確保文明嘅延續。從更廣闊嘅視角睇，宇宙探索係人類自我認知嘅深化。每一次對星空嘅凝望，每一次對未知嘅追問，都係我哋同宇宙嘅對話。呢啲對話俾我哋更加謙卑，意識到我哋喺宇宙入面嘅渺小。同時亦俾我哋更加自信，因為我哋用智慧同勇氣逐步揭開咗宇宙嘅神秘面紗。宇宙學嘅研究唔單拓展咗我哋嘅知識邊界，仲令我哋重新思考人類嘅價值同使命。我哋係唔係應該喺呢段短暫嘅時光入面，為後代留低更多嘅智慧同希望？我哋係唔係應該喺呢片浩瀚嘅宇宙入面，尋找屬於人類嘅獨特意義？呢啲問題令宇宙探索成為一場關乎人類靈魂嘅旅程。佢唔單係科學嘅征途，仲係對人類精神世界嘅深刻啟迪。今晚我哋一齊探索咗宇宙嘅三種可能命運：大凍結嘅冰冷靜寂、大撕裂嘅劇烈崩解同大坍縮嘅輪迴新生。每種假設都以科學為根基，但又充滿咗哲學嘅啟迪。佢哋唔單係對宇宙未來嘅預測，更係對人類存在意義嘅叩問。科學探索嘅價值唔單在於解答問題，更在於激發好奇同想象。由古代嘅星象觀測到現代嘅太空望遠鏡，由地心說到大爆炸理論，
每一步進展都係人類智慧嘅結晶，亦係我哋同宇宙對話嘅見證。當你今晚仰望星空，不妨想象嗰啲遙遠嘅星系，佢哋嘅光芒穿越咗億萬年嘅時空，來到你嘅眼中，仿佛喺訴說宇宙嘅故事。佢哋或者正朝我哋討論嘅命運前進，靜靜等待終局嘅到來。呢樣嘅思考唔單令人放鬆，更能點燃你對宇宙嘅好奇心，俾你感受到同呢片浩瀚星海嘅深層聯繫。感謝你嘅陪伴，願呢場探索為你嘅夜晚增添一抹星光。無論宇宙嘅最終命運如何，人類嘅探索之旅將永遠唔會停止。我哋會繼續仰望星空，追問未知，用科學嘅光芒照亮未來嘅道路。晚安，朋友們，願你嘅夢境充滿星辰同無限嘅宇宙奧秘。願你喺夢中繼續呢場關於宇宙嘅奇幻旅程，與星光共舞，與宇宙同歌。覺得依期內容有幫助嘅話，請幫我點個讚，記住唔好忘記訂閱頻道，咁樣就唔會錯過後續嘅更新。我哋下次見。